今日是元宵，所以讲有真侪乡亲会想要食元宵。应景地区乡三民路一个市场内一间超过60年的饮料店，透早就咧煮圆仔，而且工作人员手拢毋捌停过，有够无闲，因为民众一日来拢想要食这间圆仔的滋味。今天怎么会想特别来这边吃汤圆？元宵节嘛。元宵节。很少吃别家的，都是固定吃这家。为什么？老店的嘛。老店。这个比较黏吧，比较 Q。小小啊，都袂歹食呢呢。民众对圆仔的口味拢真介意，除了圆仔以外，人客过会使拣家己介意的料，像讲有红豆啊、蚵仔等等。个头700-8万。700-8万啊！今仔生意哪会遮好？因为今仔是元宵嘛，元宵大家拢食着圆仔好团，圆安尼啦。那平常时差不多差几成？头4-5成。今仔日一开店，无偌久就卖几啊百碗出去啊！这个生意比平常时价真好。若要食到圆仔乡亲，不妨离领导附近去食一碗，感受一下元宵的气氛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